迄个阳光的王是治罪，就是大气力、大权能的耶和华。伫高前有大权能的耶和华。城门啊，压起恁的头；永远的门啊，恁也着压起。阳光的王要入，迄个阳光的王是治罪，万军的耶和华，伊是阳光的王。这时咱三角来吟诗。圣诗385首，人声波浪，扰动无停。咱来吟全首。请咱游园徛伫，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三角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
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要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续，请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启用，今早起咱要启用的，伫圣诗后面启用文24篇，启用文24篇，咱三甲来启用。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伊创造咱，咱属伫伊。着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着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存在。请咱三甲压头来祈祷。全能永远的爸，你是天地万物的大主宰。伫气候寒冷落雨的早起时，阮众兄弟姊妹羡慕要爱得到你的救恩，自接来到你的圣殿。阮要伫遮三甲敬拜为了你，求你赐阮清气的心、正直的灵，要互私欲阻挡阮认捌你的旨意，也要互软弱阻止阮顺服你的道理。求你的大权能时时保守照顾阮，互阮会当通过你的引带，看见光明，伫你的内面得到真正的自由甲平安。求你即时甲阮同在，照你的信息赐福伫阮今仔日的聚会，互阮众兄弟姊妹会当通过即个聚会，搁较认捌你。大权能的主，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你有差遣桃园南崁教会蔡行成牧师代表台南新学院来到本堂正道，求你甲蔡牧师同在，赐予大开力，唤起阮众兄弟姊妹同心关怀即间栽培传道者，也是阮台湾上起头设立的大学台南新学院，互阮有福分参与坚固亚种子定根的圣工。互神学教育甲宣教的事工会当继续伫台湾开花结果，通引带侪人来归往主你。大人民的主已经超过3年的俄罗斯侵入乌克兰的战争，犹原看袂到和平的时，美国川普总统的极端无益手段，中国军机军舰每一日对阮的威胁，立法院侪违背宪法甲全民利益的决议。这海内外侪问题，拢影响阮众人的日常生活。求主怜悯阮，听阮忏悔祈祷的声，施恩怜悯阮，互世界和平会当早日实现，也会当互阮紧紧脱离惊吓甲不安。上时阮也要恳求主你教示阮，互阮真心认罪，认捌你的真理，用公义、仁爱三款态、三扶持。三体贴，造就人、利恶人，通过这个来荣耀主你的性命，享受主你赐阮的平安喜乐甲永远的活命。听堂的主，伫阮南门教会新任牧师要未到任这段时间，恳求你带领保守，看顾阮众兄弟姊妹，互阮的信仰、生活、工作各方面，
无底到放松失落，会晓牵条伫你。我若要求你祝福，伫网络甲阮三甲敬拜你的兄弟姊妹，以及今仔日伫世界逐角落，奉你的名聚会每一个信徒，求主你平平的保守祝福伫因逐人的身上。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奉叫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声。接续咱要来赞美，今早起咱本堂圣歌队要甲咱赞美的诗歌，题目是我听见耶稣呼召的声。
感谢咱本堂圣歌队因的赞美。接续咱三甲来恭听上帝的话。今早起咱要三甲来看的圣经节，记载伫路加福音第9章，咱要对57节来看到62节，伫咱新约汉字本、台语汉字本的80面，请咱三甲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9章57节，因行路的时，有人对耶稣讲：“你无论倒落去，我要缀你。”耶稣甲伊讲：“狐狸有空，天中的飞鸟有收，独独人子无看头壳的所在。”佮对一人讲：“缀我。”迄人讲：“主啊，互我转去先埋葬我的老爸。”耶稣甲伊讲：“出在死人埋葬因的死人，若是你，就去传播上帝的国。”佮一人讲：“主啊，我要缀你，总是先准我去甲家人的人相时。”耶稣对伊讲：“见若抢化礼马来看后面的，无合伫上帝的国。”以上，接续咱要恭请咱蔡牧师来甲咱讲道。蔡牧师是桃园南坎教会蔡兴成牧师，因今早起要甲咱讲的题目是军队主耶稣的关键要求。咱请蔡牧师。真欢喜啊！伫今早起会当来到台北南门长老教会，伫遮甲咱做伙敬拜，甲咱做伙伫遮来互咱兄弟姊妹用心灵甲诚实的敬拜，一定对着主的欢喜。咱大声来做伙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学了你，出伫你的疼，互阮会当伫主你的圣日，无论外口有风雨，天气寒冷，阮拢欢喜来敬拜学了你，因为阮是属你的囝儿，所以恳求你将你的话语阐明，互阮会当明白清楚，佮刻条伫心，互阮愿意照你的话去行。主啊，也求你这个时阵，毋若添净阮的心，也拍开阮的心，佮甲互阮有一粒较无的心，有通听耳孔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伫你面前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主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台南新人院的奉献主日，受南神有一个好的机会安排，会当来到咱中间。我记得伫南神的礼拜堂有一句话啦，对耶稣伫讲的，毋是恁竞选我，是我竞选恁。我感觉这也是咱常常咧思考，到底咱每一个军队耶稣基督的人，其实咱拢是受到主的呼召，咱愿意来军队，咱愿意来相信，咱也诚做受洗礼来行这条信仰的道路的人。所以今仔咱所读路加福音9章57节到62节，这段圣经，互咱看见军队耶稣基督有三种的人。我相信，伫咱信仰历程，咱嘛有经过无同款的坎站，无同款的境遇。主耶稣就根据这三种人的每一种的情形，甲咱做回应，也针对无同款的状况，咱叫做对症下药，佮甲咱指出咱失迷，还是咱看袂清楚的部分，甲咱带一条通行的路。所以这个时阵，咱就来看这三种军队耶稣基督的人。会当互咱有甚物款的信仰反省？
咱看见有3种军队主的人啊。第一种的人是脸皮随时马上就来军队主的，但是有嘴无心啊。咱看第一种的人，通讲伊是一个真主动，家己讲好，人讲主动送上门啊，家己买，家己欢喜的。咱读圣经知影，马太、马可、路加，这是强管的福音书。咱有时3本福音册内底，咱当排咧做伙看，来了解讲伫无共款的作者伫对这段记事有甚物款的描写。马太福音8章19节安尼讲，才有共款的一段，伊安尼记讲，有一个经学教师行我来，甲伊讲：老师，你无论去倒位，我拢要对你。哦，原来路加福音讲的时阵讲有一个人，但咱毋知什么人。但是咱细字甲看马太福音，伊讲这个人是一个，咱讲伊讲文士啦，啊这。换较白话，就是经学教师啦。我用的这个台语的译本是咱即摆圣经讲出的现代台语译本的版本。台语版本安尼讲，讲有一个经学教师行我来哦，表示伊主动家己过来，就甲耶稣讲：讲老师，你无论要去倒位，我拢要对你。但是，咱看见这个人，伊真热心，伊真欢喜，可能嘛真开始是真正愿意主动来做。但是我看耶稣对这种的人，主耶稣安怎甲伊看伊的这个想法，伊的做法，耶稣。我看耶稣安尼甲回答的时阵哦，敢若摕一桶冷水甲泼伫伊身躯顶共款啦，人讲泼冷水。所以针对这种的人，路加福音第9章58节，耶稣安尼甲因啊，伊讲：河里有空，空中的鸟有收。不过，人子连看头壳的所在都拢无。咱想看觅咧，河里有空，空中的飞鸟有收，这表示啥物？表示这动物，这天顶的飞鸟，当因对外面要倒转来，拢有通休困的所在啦。都有他们的归宿之处，所以主耶稣伫这里强调什么？讲人子，人子就是讲啊我啦。耶稣每一摆拢讲家己是人子，因为降生来到世间，伊将做人，那做玛利亚所出世的一个人，所以讲人子连我都无通看头壳的所在啦。你知影有个人吼出外吼，这换枕头困袂去，你知道无？对无？有个人哦，啊你敢会当每一工出去拢家己扎枕头，这个困拢困家己枕头无法度啊？去别人的所在去零售会，还是去大饭店你有时换一个所在，换一个枕头，安尼变来变去，安尼困袂舒适，你知影吗？耶稣意思讲，伊东奔西跑，四过去传福音，逐所在去。实在无法度好好有一个枕头通互伊休困，所以伊就爱这个，拖到这个经学师，这个经学教师，讲要来找耶稣，要来军队伊的人，讲你都要好好来评估，你家己既然要来军队我，啊你是毋是爱评估一下，爱算一下，军队我是爱付代价哦。
因为对耶稣不是凭一时的冲动，有时候是一时的冲动啦。你干安尼一时的热心，这是无法度应付、无法度担当的，是需要付上长期的代价。换一句话来讲，一旦你下定决心要来对耶稣，就要明白，这是一条无法度搁回头的不归路啦。咱伫遮咧讲这个枕头，伫圣经另外一个所在翻译甲伊原文同款意思的，另外一句话就是他甲落来。咱看这段圣经《约翰福音》19章30节，有一段话安尼讲：耶稣淡错了后，就讲完成啦。讲了头高落去，气就断了。这什么意思？咱过来，咱拄仔讲大斋节期啦，吼，这个时间，互咱渐渐要进入这个中秋主日，过落来4月，咱就要进入受难周啊，对吧？所以你就想到耶稣基督行过这条十字架，头前这条苦路，一直到十字架顶，讲7句话，到最后伊讲一句：耶稣淡错了后，意思讲耶稣尝了那个醋，伊的嘴齿淡错了后，伊讲最后一句话。伊讲成了，讲完成了 ，finished。讲了，讲头就高落去。所以十字架是咱最后看头的所在啦，也就是咱门徒军队主的道路的终点站啦。咱是毋是咧行十字架路？是毋是咱家己讲？主讲，恁着背家己的十字架，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我。有真侪人，我第一场的讲道我嘛分享。真侪人，好亲像信耶稣，你已经上这条福音稳定的列车啦。但是有时，这个车开到半路，你就落车啦。我们常常半途而废，到一半就要滑头啊，就要搁行家己的路啊，无法度到终点站才落车。所以耶稣爱这个经学教师清楚明白这点，毋是你伫理论你的读卡，你对圣经足捌的，经学教师是一个足捌圣经的人啊，伊哪毋知道理。道理大家嘛知，尤其这个经教师更较知，毋是甲十字架道理讲甲喙角全破啊，不是说的头头是道啊，是你真正伫行这条路的时阵，你毋通打退堂鼓，你毋通行回头路。但是咱想看嘛，伫现实的环境。在咱人生的自由中间，这条信仰路，你敢会一直行到上路尾？敢会坚持到路尾？耶稣讲，坚持到底，人必然得救。阿们吗？阿们。第二种的人是被动来跟对主，毋过伊推卸责任啦。咱看这第二种的人，拄啊，甲第一种的迄个人是我颠倒摆。伊是心内冷淡，伊是无想要采取行动的人啦。咱看路加福音第9章59节甲60节安尼讲，耶稣阁对另外一个人讲，表示第一人讲了，即么耶稣阁第二人，他带迄人是家己来找耶稣，我过来耶稣你讲，第二人是伊主耶稣甲另外，伊主动耶稣讲来对我。是耶稣甲这人讲来对我，但迄人甲主应讲：主啊，互我倒转去先埋葬我的老爸，安尼我就来对你。耶稣甲应讲：
互死人去埋葬因的家己的死人。不过，你着去宣讲上帝国的福音吗？哇，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人又真充足、真正确，嘛无法度甲伊反驳的理由啦，就互我倒转去先埋葬我的老爸嘛。但是耶稣竟然甲因讲，互死人去埋葬因家己的死人。所以，伊的问题是甚物？伊的问题是互死人甲伊颠半掉咧啦。根据马太福音第8章27讲这段记述，马太安尼讲哦，讲另外一个门徒甲耶稣讲，他讲另外一个人。伫路加福音的记述拢讲有一个人，但什么人咱无足清楚。毋过你看马太看甲真清楚。第二讲另外一个门徒，哦，伊的身份是门徒啦。过来甲耶稣讲：主啊，听阮四大人8岁年了。这是现代台语的本啦吼。我感翻了是足好的啦，你知无？所以有时咱吼别克的这本是真好啦吼。毋过我感觉最近圣经公会翻译的这个新现代台语的本哦，翻了就好啦。因为我听阮四大人8岁年了，我就来对你，才8岁嘛。所以这句话翻了，互咱有一个思考的空间哦。伊的意思是甚物？就是讲，你看到这个人，伊竟然被称作是一个门徒，表明伊是跟对耶稣一段时间啦，伊毋是信徒，伊是门徒啊。但是伊即马却提出这个理由，咱看出来，这是一个借口。如果这个门徒的老爸若是真正已经死，那呢，伊理所当然应该去埋葬伊的老爸咯，伊的四大人咯。咱知影犹太人的一个风俗，就是因埋葬的一个习惯的风俗，就是通常是2天内就爱落葬。咱看去耶稣顶12个了，对事情收落了，是毋是就该摕去落葬？所以犹太人是未经过3天，通常是2天就完成啊啦。所以安尼讲起来，埋葬四大人的代志根本就未影响伊来做决定，要来跟对耶稣的这种的代志啊。所以真清楚看起来，天后你说过这句话吧？现代台语形了真好，天后我的四大人8岁年老。换一句话来讲，可能这个门徒老爸也未死。看来看年老那尔，所以伊是要求耶稣讲安尼啦。哦，你是叫我来对你，毋过吼，我要回去顾我四大人，爱奉养我的父亲啊。听后伊一天过身安息的时阵，我才出来跟对你啊。所以我要甲咱讲，伫遮所讲的死人，无一定是指肉体死去的迄个尸体。是你指咱灵性已经死啊！咱是甲上帝无关的，甚至甲上帝关的切断去迄个人啊。所以，伊求主会当永稳，互我出在我会当先倒转去埋葬我的老爸。安尼换一句话是安讲，互死人去埋葬因家己的死人。这内底有讲2摆的死人，这什么意思？意思可能这个门徒已经灵性倒退啊，可能伊的灵性已经冷淡啊，所以耶稣才会讲，互死人去埋葬因家己的死人。意思是讲，一个灵性死亡的人，你会当去埋葬一个肉体死亡的人啊。安尼来讲，就等于讲，
灵性活着的人，你应该是爱掠上帝国做你上重要的事啦。所以，咱主要说毋再讲你着去宣讲，你互死人去埋葬因家己的死人。不过，耶稣讲一句，不过你着去宣讲上帝国互因做门徒。耶稣伫最后上天前讲的大使命，恁着去普天的去找万百姓来做我的门徒，有无？所以今仔即个人既然做门徒，你的责任敢毋是着去宣讲上帝国福音吗？但是咱看见伫即个中间，咱看见耶稣安尼回答，是要提醒即个人，上帝国甲你的老爸，什么是搁较重要的？主耶稣对即个人，你要甲伊教导，你要甲伊调整的方法。我讲第一种的人，耶稣敢若摕一桶冷水甲伊泼落去，伊本来就噗噗要来创。耶稣讲你爱想好哦，爱付代价哦。但另外即个人真消极，真负面，想要倒退路。耶稣针对好亲像摕一把火，要甲伊点倒，互茶会当，搁甲伊点互较烧咧、较热咧。耶稣主动呼召一款的人来跟对伊，是互伊会当恢复迄个起初的疼甲热心啦。讲你会当放心吧，你会当来跟对我，来努力传上帝国福音啦。亲爱兄弟姊妹，当咱受呼召，只要你放心，把你的脚步踏出去，当你跨出第一步的时阵，世人的问题，嘛会对着你的信心的脚步就埋葬啊。第三种人是愿意跟对主，但是伫遐丢伫遐咧安尼脚步安尼，拢无法度做决定，这种的人。换一句话来讲，这种的，就是咱活地的时阵，面对现实的问题，有真多的阻挡，有真多的颠簸。换一句话来讲，是双脚大相存的人啦。会记你主要说妈妈甲咱讲，咱毋通敬拜两个主，一时啊拜上帝，一时啊拜马门，对无？就是拜金钱。拜上帝，什么人才是你的主？同款的问题啊！所以路加福音9章61到62，搁有一个人讲，主啊，我要对你。不过，人拢足奇怪，拢有条件呢。不过，互我大声倒转去厝里，甲家内的人相时，耶稣就对伊讲：手画伫内尾，要直外头看后面的人，无适合上帝国。这种的人表示什么？表示伊要跟对主，但另外一方面，伊阁要求主互伊大声倒去，甲伊厝里的人相时。我咧想啦，如果伊敢若是甲厝的人过时，安尼应该袂影响伊跟对耶稣的决定啦。原文这个时别三时，阁有一个意思叫做安排。若是安尼，表示伊想要倒转去厝内，甲厝人的代志拢甲伊处理哦好势，处理哦好妥当了后，甚至连家己的退路拢甲伊安排哦好。听候时间稳准的时阵，我才出来跟对主。面对这款的人，主耶稣一点都无含糊。耶稣清清白白、清清楚楚甲伊讲出，讲 No way， 这条路未通啦。因为手换伫内尾，抑阁直直滑头往后面看的人，是不配。咱迄个好话本讲，不配进上帝国啦。现代台语讲无适合上帝国。
咱知影伫犁田的时阵啊，一个真特别的，就是伫犁过程，会甲即个土啊，因为犁过即个田，迄个土爱甲伊翻土，土爱变开。你变开了后，原来即个土顶有足侪杂草，有足侪遮个野花，对伫即个田犁过了后，拢会甲伊安尼讲，缀伫即个土的内面，规个安尼变过来共款。所以咱一方面手爱甲即个犁尾换好，咱往天国来跑走来行。但是另外一方面，伊头一直往后面看，是啥物意思？就是伊对旧的代志，对较早的事，一直足留恋呢，一直放袂落心。伊不断一直往后面看。啊，这个我定来讲哦。这叫做上不着天呐、下不着地。换一句话来讲，有时哦，想要做这项，啊，搁看迄项，拢无法度做好。你会记得咱旧约圣经有一个人啊，阿伯拉罕的弟仔叫做罗德，对无？当迄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城特别受审判毁灭的时，迄大火要来啊！因为阿伯拉一直祈祷嘛吼，你50个闹义人祈祷吼，哇，你都唔通甲因走灭咯吼，一直求一直求，但是上帝看见阿伯拉这个义人的祈祷，最后救这家人啊，但是就甲伊反复一句话哦，当大火来时，你安那一直走对无？啊，唔通啊呐，唔通回头往后面看哦。有交代无？有啊，因兜哦，罗德啊，因查某囝这吼，大家人一直走一直走，毋过罗德的太太哦，伊挡袂牢啊。伊安那？我相信这个太太是罗德，伊选择移当地去到伫俄摩拉这个所在，娶当地的一个女子吼，娶伊做某，所以伊的故乡、伊的过去，一切拢伫迄个所在，所以伊读到一个外后面看。圣经讲，伊连面变做一支啥物盐条，袂沉袂动，死伫遐。所以，这嘛是要互咱来思考啦吼。就是讲，一个人，伊若想讲啊，互我转去甲厝里啊3时。敢若3时应该袂影响伊要来继续军队住才对啦，对无？所以这嘛是互咱搁一摆来思考。有时咱有足侪理由甲借口，会互咱拖刷，会互咱延迟，互咱足侪代志做袂落去。所以第二项我甲咱讲诶，就咱军队耶稣有一个足关键诶要求啦。咱拄仔看到这3种诶人。好像就一面镜，互咱伫检讨，伫咱反省咱家己的心。咱是坚定真倚靠上帝，要来军队耶稣的心志吗？所以我定下讲，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军队耶稣的人，伊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所以咱爱记哩。咱伫这条信仰的路上，咱不断操练咱的信仰，伫生活中间来认识耶稣，互咱用上帝话，伫生活中间遵守耶稣互咱的使命。所以我想，才有3项关键的要求啦。第一项叫做咱来坚持献身的代价，为生就是献身啦。咱来坚持有这种献身爱付代价。耶稣伫迄当时，已经大家拢知影，足轰动的啊！所以你想讲，耶稣定定拢话客客，一堆人拢要对耶稣啦。有人真正咧对，但有人咧看闹热啦。有人干那想要来看耶稣行神迹啦。所以一大群人咧对耶稣的时阵，耶稣对第一种人回答：你起起来讲，干那耶稣你哪会那呢无捌这人情世事呢？起码你若要甲讲，你嘛爱甲讲啊
较婉转一寡。但是你会记哩，人拢是看外表，但是咱的主是看内心啦。伊知影这个人的心内底想啥物，所以耶稣第一个关键要求是讲，你一定要有坚持、爱委身的这个代价。所以耶稣才会讲，予你有空，陪鸟有收。啊，佮讲到伊人子无看头的所在，看头壳的所在，这三我甲你讲，拢是真规律的、真安定的环境，拢是足舒适的啦。但是耶稣要求第一个人，要好好来反省、思考。咱看去《路加福音》14章27节到28节安尼讲，讲无拿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的人，袂当做我的门徒。因为恁中间有人若想要起一个塔，还想起一座楼，恁兼无先坐落来估计看有够钱，通完成这个工程也无。若无安尼做，伊拍地基了后，煞袂当完成工程。所有看到的人就会甲伊踢笑，讲啊，这个人哦，有开始起，煞袂当完成。兄弟姊妹，咱受呼召开始行这条十字架对耶稣基督的路，当然你要行十字架对我，但是咱无去算，咱无去拍算，嘛无准备心，有开始煞无完成，会互人踢笑。因为这个人有开始起步，毋过煞袂当完成。所以咱知影，跟对耶稣毋是一条简单的路啊，是需要付代价。咱来行出，咱国语讲舒适圈呐，真舒适的所在，毋是照家己的计划，毋是照家己的方法，是按照耶稣基督的计划甲安排。所以路加福音9章51节，咱看耶稣甲基督这个模范，讲耶稣受接上天的日子得要到，伊就决意要上耶路撒冷。所以你看第这段路加福音9章煞了后，伊讲一句话，伊知影有一天伊要上十字架，然后伊的高啊要上天。伊讲伊这个日子得要到啊。所以，伊决定，伊明明知影耶路撒冷去是一条苦路，是一条受死的路，但伊决意要去。面对耶路撒冷，就是伊要行各各他受钉伫十字架顶这条十字架道路。虽然有困难、有痛苦，但是耶稣坚持到落尾。对耶稣，咱袂当一直停留伫你家己感觉舒适的所在。要改变，都要付代价，爱放落，人讲要舍己啦，爱放杀家己啊，爱牺牲啊。这是一个美国的牧师 David Platt， 伊写一本册叫做《Follow Me》，中文翻作《跟对我》。这本册对做个基督徒有真侪冲击甲影响。伊伫册内面嘛有提一句话安尼讲：无论耶稣带你去倒位，你就跟对；无论伊对你有任何要求，你就奉献你家己啊。这个咱真熟悉，潘霍华牧师，这个德国的牧师，伊写一本册叫做《The Cost of Discipleship》。做门徒的代价啦，中文翻作跟对基督啦。伊伫这本册内底嘛安尼讲，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来，是要召伊来为主来死。主呼召咱是要为主来死，所以咱要诚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咱爱逐工看无家己，放杀家己。咱逐工都要来背起、举起家己的十字架，逐工来跟对哦，逐工哦，一直做主的门徒。所以这是咱讲的第一个关键的要求，
就是要坚守、坚持献身的代价。所以咱来定来问家己：我伫遮，我会当互主用吗？主啊，你来找我，你好调我行这条的路。第二个关键的要求，就是要持守生命优先。在咱生活中间有足多通选择的代志，但是你要有一个优先的次序啊。咱拄仔讲即个人，第二个人是讲来对我，迄人应讲主啊，互我倒去埋葬我的老爸，这是一个翻译。另外一个翻译讲，天后我的时代人100岁年老，我就来对你。这个人的回答合情合理，但是耶稣是讲，互死人去埋葬因家己的死人，不过你就去宣讲上帝国的福音。如果你伫耶稣讲即句的时阵，你嘛伫现场伫听，我毋知你有甚物款的回应，还是你听到耶稣安尼讲，你有甚物款的感觉？我听讲。耶稣的引吼，有时间啊，那无足有通情啊，通达人情啦，那袂当甲咱安尼有共款的心情啊，甚至讲话吼，佫真插安尼吼。耶稣毋是要听咱人嘴所讲的话，其耶稣伫看是看咱的内心啊。因为耶稣呼召这个人来军队，你看伊的回答是讲主啊。表示伊画主的时候，伊是一个文图，伊是一个主的文图。但是伊宣告耶稣是主，但是应该足清楚讲，伊的人生是主你家掌管的人生。但是伊却讲，互我先安那，互我先做这项，最后才是耶稣嘛。这表示伊有家己人生选择的优先次序啦。我们就是叫做我们的各样的优先顺序啦，所以听起来真矛盾，对不？一个文图讲伊要对主，但是佫讲不过，佫但是，咱主讲先求上帝国甲上帝义，剩的拢要煞互你。所以咱常常有足侪借口，所以咱来看见耶稣对这人第二个关键的要求是，咱爱抓条生命优先的次序，你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你就要抓伊做你生命上界优先的。所以我定下讲啊，我定下讲，爱先神后人在大地，甲上帝排第一，人排第二，第三是这个世界、这个环境，甲你所有四周围接触的这每一项事。主要说，毋是讲后壁这个代志无重要，是你着甲上帝、甲上帝义、上帝国排大先啊。因为你袂当甲主讲啊，我无用，我无法度。所以我定下讲，如果耶稣基督是主，你无任何正确的事会当取代你生命中间的优先啊。头头讲的代志拢真对、真正确，毋过较要紧的是。主所讲的，主的呼召甲伊的旨意，这是你生命中的优先啊。今仔你可能有感动，要为着上帝国、上帝荣光、上帝互你的使命来献上家己。上帝嘛，互你家己有一个自由的意志来做决定。但是耶稣直接回答讲，互死人去埋葬因的死人。我头讲的，这是双关语啦。第一个死是灵性的死，第二个死则是肉体的死。你要出在遐灵性死去的人去埋葬遐肉体死去的人。愿耶稣基督听，会当先忘掉你的心。互圣神感动你的时阵，你要大声问讲：是你优先，还是耶稣优先？什么叫做生命优先？就是你将什么代志来甲放伫你生命第一位。耶稣看到这人的心，伊并无将耶稣放伫生命中的第一的排序啦。你想看觅咧？真侪时阵，咱连一个位啊都无耶稣，
咱的人生有足多位置，但是这位置内底，甚至耶稣可能排到第7、第8、第9、第10去啊。搁较免讲，你的生命优先是要互耶稣。有时咱拢将咱剩的，才来互咱的主，也是你肯将上宝贵、上介好的献互主。现实生活中的每一天，你是不是我们叫做主掌权，和主来掌管，将你的主权，将你上好拢交予主呢？所以唔通听候生命伫要无价值的时阵，你才要献互主。你搁一摆来想看觅，我生命中第一优先的是啥？你真正愿意为着耶稣基督，将你上好的摕出来互主用吗？第三项所以第三项上关键的要求是，爱稳调专一的决心啦，爱稳调，爱抓条条，你迄个专一的决心啦。所以第三讲，主啊，我要对你不过，换过一个理由啊，不过，互我大声倒去厝里，甲我厝内人个相时，这种讲法看起来嘛无毋对，嘛合情合理，嘛真温暖，这真合得人性的要求。但是耶稣嘛看透这人的心，所以耶稣才甲伊讲：手放伫犁尾，要直直后面看的人，无适合上帝国。只有向前看，你看犁尾伫犁这个田，犁起来才会直线，对无？当咱手换咧，毋过头壳一直挖，一直挖。当你挖后壁看，你这个手已经无力啊，已经袂当平衡啊，所以你已经犁这个田嘛犁袂好势啊。所以有时咱的力度袂当平衡，这条线就歪错去啊。所以咱人生有时歪错错，袂直啦。咱袂当行伫正路直路啦。咱军队耶稣，这个第三个关键就是咧爱咬稳，爱稳调咧。你爱专心专一来行这条路，所以咱需要专心。咱的主甲咱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另外一个翻译讲，你要专心，用你全部的感情，用你全部的气力来听主上帝。所以，无论你拄到什么款的境遇，无论伫顺境还是逆境，无论你拄到好事啊歹事，你拢爱抬头仰望，为着咱信心开始甲正尾迄个耶稣基督啊。安尼，虽然你有危险，但是危机嘛会变做转机啊。甚至伫这个过程中间，你会经历足多新热技术，因为伫军队耶稣的道路顶悬，有真侪人因为人的因素，因为代志的关系，因为环境的问题，伊开始无法度专心，伊拢分心啊。伊一个人已经三心二意啊！规个人拢无法度，规个头壳拢戆去啊！伊真正嘛毋知要安怎做啊！过去有时互足侪代志，咱行袂出来，因为有足侪的创伤，足侪伤害。即马，佫有足侪代志，甲咱颠半掉咧。到明仔载，到以后有足侪代志，互咱足惊吓的。但是耶稣则提醒咱需要专心专一。咱袂当一方面要来侍奉主，一方面要过来侍奉金钱啊，这个世界。所以，兄弟姊妹，专一，才好互你伫军队耶稣基督这条路顶悬，行会直，行会稳，行会久，阁行会远。安尼阿妹吗？咱做伙讲好不好？走得直，对吧？行会直。我跟你讲，主爱唔好偏偏歪错错安尼啊！爱行会直，对吧？爱行会稳，爱行会久，最后爱行会远啦。
这条路信仰的路无简单啊！求上帝帮助咱走得直，走得稳，走得久，还走得远，直到见主面，一直到咱见主的面，阿们吗？所以，当你开始要来军队做的迄个时间，你都要下定决心啊，一直行落去。保罗嘛跟咱讲，袂记你后面的事，在第一头前的事，你所踩标直直走，一直到来得到上帝对典官来调你，要颁奖给你的迄个免流，迄个奖赏啊，阿们。所以咱千千万万唔通一直往后面看，唔通行回头路，爱伫好的途。流目屎来也经济，然后咱伫丰盛的稳定中间来欢呼收割啦。就我讲结论，咱台湾即马目前偌济人是信耶稣的人口啊？你敢知？有人讲5%、6%，我讲平均哦，平均啊。台北市可能10%到12%啦，台北市。但是庄脚偏乡、西海岸，有诶可能都无到1%啊，真正。我定来甲南崁的会友讲吼，南崁即马罗德芦竹区吼，16万的人口啦，16万。但我甲算算咧，罗德的教会。不管宗派教会、独立教会，我那个算算哦，无到15、16间啦。南港教会、大安教会这2间算袂歹啊，林良堂较大，我甲算算咧，斗咧吼，一间教会啦吼，平均我即马10几间，一间拢差不多100人到120，有诶无啦，有诶30个、40个，我甲算过，大概平均100个就好啊，20间好啦。嘛才2000人，16万的人口，教会伫做聚会人才遮个人啊！我唔相信讲得救的人有5%咧。但是咱要真做一个门徒，你要真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啊！我可能讲真正影响力，唔是你会当带落人入教会，是你伫生活中间要安怎用你的生命来影响生命。你真正第一是啥物？如果耶稣是你的主，你要安怎甲伊看做伫你生命中间的第一，将你上宝贵的献予耶稣嘛？有一个人叫做威廉·波顿，伊出世伫美国伊利诺州的芝加哥，一个真好嘅家庭。伊的家族是挖这个银矿哦，银啊，银矿来做。来好业吼，后来伊老爸佫创立这个乳酪业。伊讲伊对细汉就对老母去教会来做礼拜，16岁高中就毕业。这老爸就互伊去亚洲、欧洲、中东侪所在去旅游哦。伊毕业就哇去游世界。伊讲伊亲目睭看见，虽然看到足侪真好，毋过伊伫迄个所在。伊看到足侪人生活伫丧乡艰苦的内面，无欲望，所以讲迄碟伫16岁，伊就感受讲上帝呼召伊的心，诚做宣教师啦。所以后来伊大学进入耶鲁大学去读册。你知影？伊讲伊伫伊的日记写讲，伊开始啊，就甲伊的朋友同学约定。每一天食早顿以前，咱做伙读圣经，做伙祈祷。你知影？对大学1年到大学4年，伊讲总共有1000人甲伊参加早起的祈祷、早祷的读经的聚会，超过1000人。4年大学的时间，这个人。后来伊感动，伊讲伊要用中国的穆斯林，就是这个回教徒。来传福音啦！
所以后来伊进入普林斯顿新人院读册，后来佫加入中国内地会，因为伊决定讲啊，既然要进遮的人，伊都要晓讲遮阿拉伯语吼，所以伊就过去埃及学阿拉伯语。然后伊拍算有一天会当去中国的甘肃，会当传福音宣教，无拍算。伊到埃及开罗吼，伫遐咧学习语言的时阵啊，所感染脊髓脑膜炎呐，哇！一个月后所病痛安尼来死去。迄阵伊才25岁。这个威廉波顿，因为伊厝里有钱，伊家己的存款内底，伊留了100万美金，这嘛足久以前哦，那即嘛可能毋拿100万啦，迄是哦，这20世纪初的代志。伊讲迄阵，伊讲伊身躯有100万美金，伊决定将这个美金全部奉献做宣教。全部奉献，其中的25万美金捐予中国内地会啦。这个宣教机构要伫甘肃省的兰州成立一个完全服务穆斯林为主的叫做博德恩福音病院，要起一间病院，通过医疗宣教安尼啦。所以虽然伊有这个心志，但是上帝无伊时间。所以我常常讲，咱要做主的工，就趁咱那个会喘气的时，对无？但是伊伫做安息礼拜了后，当地人将威廉波顿伊咧读迄本圣经啊，交献予伊的老母。伊的老母将这本圣经拍开伫上后壁一面，有威廉波顿所写的字。伊写3句话，第一句话讲毫无保留，我一点仔都无保留 ，no reserve。第二句讲永不回头，我永远无回头 ，no retreat， 无后悔。第3句永远无后悔 ，regret， 无退后，无后悔。我感觉这嘛是咱做一条。要行这条信仰的路，每一个基督徒咱应该要学习的。咱做讲好不好？毫无保留，一点仔都无保留啦，永不回头，永远无回头。第3句，绝对无后悔，绝不后悔。兄弟姊妹，你真正伫军队主耶稣基督嘛？你是毋是当为着耶稣献上你上宝贵的一切，包括爱你的名的时阵，包括你会将你的温数、甲你的时间、你的才情来当互主用，把你生命中间上好的献予主，一点仔都无保留，绝对袂后悔，永远无回头。咱同心来祈祷，万关连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早起予阮。对你看见这3种的人要来军队你所讲的话，好，我即摆来反省阮家己。既然我已经受调行伫这条路哩，但是阮是毋是真肯定、真坚定、真有信心来回应你的呼召？互阮拢无保留、无回头，嘛无后悔，直直跑走，直到见主的面。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感谢蔡牧师今早起，互咱坐驾驶军队主要所有这个关键的要求。接续咱三个来吟诗，圣诗373首，救主耶稣我立志，咱来吟全首。
谢，接续咱三个来奉献，咱好来。因为互我阁报告一个今仔男神的主任嘛吼，奉献前我讲一个，咱有一个影片看了，我阁简单一两句话请安，哦，请咱来看这个影片了，咱就做伙我来做短短请安，多谢。主来敬牧长，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伫遮来收看台南新人院的介绍。台南新人院对1869年创立到即摆已经100几年久。过去历任的院长、老师，当过伫这所在拍拼，互咱看起台南新人院现在的这个状况。过去的一段时间，有遮的建筑物的整修，才渐渐完成。过来教育部入完了后，新人院嘛有拄到真侪的挑战，总是有上帝带领，甲大家带导，拢会慢慢伫遐来解决，来向前来跑走。将来新人院依然有真侪事工，包括伫少子化中间的招生，以及其他的旧的建筑物的整修，甲其他的遮的校园的美化。拢需要咱关心，也毋忘咱继续为着台南新人院关心、带导、甲奉献，愿上帝恩典，甲大家三甲伫地。
真感谢上帝哈，会当代表这个院长甲学校的遮个师生同工吼，伫遮甲咱请安啦吼。毋望咱手中有即个奉献地，会当特别为着今仔日咱关心即个第一间的新人院吼，台南新人院吼，会当毋但为着即个学校所有需要经费，无论是即个学校伫做教育，也是即摆因为即个学校旧即个校舍老旧，嘛是拢需要整修，已经将即个主要的馆甲遮个礼拜堂，搁即个过去即个宿舍嘛拢有整修吼，所以毋望未来咱搁较侪来为着即个行业来带导关心甲奉献，多谢大家。感谢拄则蔡牧师的补充，这时咱来奉献。今早起，请咱陈振宇甲李义新两位执事来甲咱施献。请坐，我简单来报告。第一点，欢迎大家今仔日来参加礼拜。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感谢咱桃园南坎教会蔡兴生牧师代表台南新学院前来本堂请安甲正道。我伫遮代表咱南门教会向蔡牧师来谢谢。感谢，请咱会当同心来关怀即间栽培传道者的新学院。大家拄则伫影片有看到，即间是咱台湾第一间的大学，所以这是足值得咱即个信徒共同来关怀，因为遮栽培出来有济济的传道者甲牧师，所以咧求咱大家也拢会当相甲来关心即个宣教的工作。那礼拜后真欢迎各位会当留落来伫地下室，伫遮互相伫遮交陪。后礼拜的正道，咱要请苏进财牧师。今仔日礼拜了伫即爱餐了后，伫5楼有要举行双年团契3月份的例会。即摆是要请到咱马街咱陈振宇的主任吼。其实伊做权威，较早捌伫妇团体也讲过。今仔伊要讲的题目就是，咱定定会看到的即个妇科的疾病预防、体检以及更年期应该注意的事项。欢迎有兴趣、有时间的兄弟，大家当留落来。有的人想讲我都更年期也过啊，我老啊，即互家己咱有查某囝，有囝儿孙。有的就讲我着查甫的，我这妇科我无关系。咱有某囝，所以这有济
真盼望大家会当来关心，这对咱互相关怀、互相帮助有这的帮助吼。另外第3点就是咱4月到6月，咱第2季的各项的这个事工，请各事工小组会当伫3月25进前来交予咱办公室来会诊。第4点就是大节期吼，大斋节期啦。这大斋节期是3月初5到4月17，拢总有40日。伫咱教会的这个教会历顶悬有这个节期，请咱兄弟会当安静心来纪念主，准备心甲基督同行苦路，面对十字架的考验。另外上重要一点就第5点啊，咱礼拜是这个头前，遮讲台啊，甲书会遮有2盆真水的花，这其实是咱的兄弟来用奉献因的时间啊来插花吼。这礼拜这是乌米用长老，啊后礼拜是张惠瑜主事要来插花，啊咱这真欠工啦，真盼望咱想要学习的，还是要来奉献的，咱拢真盼望会当来参与这个插花的工作。另外，就是教界消息，咱基督教长老会宣告160周年的庆典，有要举办济的这个活动，请咱来周报顶悬，咱来关心。那假使有时间的、有兴趣的，真欢迎各位会当报价参加。另外，就是咱集体的关怀，咱伫这礼拜3月12日的下晡伫台大迄个癌的这个病院内底有决志，就是施秀莲姐的头家，这个李启元兄，伊是较早做屏东一间中学的校长，啊，伊受洗，啊，咱在座也有几位的长老、执事有去现场去甲伊参加，阮真欢迎李启元兄来加入咱南门这个大家庭，真感谢主。另外，台岛事项，包括伫8月份进前，大牧师还未来这段期间，咱教会一切事工会顺利，请大家会当来台岛。另外，就是有咱的兄弟在手术的，也是在静养当中的，也求咱兄弟姊妹会当来替因来台岛，互因会当早日恢复健康，用因的健康，甲咱参加者做礼拜来用公主。另外，就是咱的奉献，伫咱周报后面，若假使有订单的，请咱甲咱的这个特约的长老，或者是甲咱的干事来反映。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今仔无搁行平安礼，咱直接来吟尾首的诗402首，咱来吟。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402首。蔡牧师来甲咱祝祷。愿最后所祈祷无限的听堂，天父上帝丰盛的恩典，通过圣神的感动，甲咱彼此相通，带咱行头前这条信仰的道路，直到最后所搁再来。阿门。阿门。请坐，直倒。